我告诉你，郭南中，从头到尾你都是青青最讨厌的那种人。还剩多少？发给我吧。哎呀，不用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你今天能过来，就已经帮了我大忙了。你最近是不是总熬夜啊？没有我你能搞得定吗？哎呦，搞得定，当然搞得定啦！你不知道吗？熬夜是作为漫画家的基本修养。要不然我还是留下来帮你。哎，打住！你赶紧给我好好回去比赛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你要是敢掉链子的话，我就替你老师揍你。对了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我拿去参加比赛的作品入围了。真的？也太给你师姐长脸了！那你将来成名以后，我是不是可以跟别人说这小子给我当个助理？说不定以后你比我出名多了呢。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青青，遇见你之后，我的人生仿佛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我经历了很多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。青青，我真的很谢谢你。获奖感言就留到台上说，你在这儿就别跟我说这些客套话了吧。你要是想感谢我的话，就请我去吃海鲜大餐。没问题，别说请客了，以身相许都没有问题。你跟谁学的这么油腔滑调的？总之，青青，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青青，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。其实我……住手！顾南州，谁允许你对我的未婚妻动手动脚？未婚妻？你们现在之间除了一份协议，还有什么？我其实……青青需要的是关怀和爱，不是冷冰冰的使唤，更不是被你当成私有物品。我和他之间的事，用不着你一个外人来评价吧？外人？起码我这个外人知道青青想要的是什么。你们之间什么关系我都知道，除了假装订过婚，你还是他的房东、债主。所以你觉得他什么事情都要听你的，你更是把他当成是你的附属品。我告诉你，郭南中，从头到尾你都是青青最讨厌的那种人。张一，你别说了，我拜托你赶紧走吧啊！别再给我添乱了。哎呀，再说下去你师姐没法收场了。快走走走。